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踮伫山顶，咱踮伫家己的家，咱会当三甲各一摆，踮伫主日的清早，咱同齐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各一摆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引带阮，互阮做伙来敬拜阿罗你。主，伫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，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愿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。带领阮，互阮面对伫困难的时，阮知上帝的恩典确实要甲阮每一个人三伫底，祝福阮，互阮对你的话语，阮得到帮助，也得到对你遐来的引带甲带领。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我想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听故事，咱会定定讲故事，囡仔听故事。大人讲故事，故事陪伴咱每一个人，互咱会当做伙成长。啊，为什么故事遮尔重要？因为故事也帮助一个人去思考，我到底怎样认捌这个世界，以及到底对我来讲，我听到这个故事了后，这个故事会当继续引带阮对来行。啊，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安尼。会踮伫咱自细汉到大汉，甚至到伫年老的时，咱逐摆听这个故事，咱心内底就有无共款的感动，阁有无共款的领受。我想踮伫教会中间，如果你是踮伫教会中间已经久久，也是你是对主日学起来的囡仔，我想你应该对今仔日咱所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大家拢非常的熟悉。这是啥物故事呢？都是大卫拍倒歌利亚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大概踮伫大家教会内底，若是要排名吼，应该排前几名。但是咱拄啊读圣经，咱敢对后壁来读，因为我甲师会同工讲，咱若是要对第11路读到49节来，可能爱开足久的时间，所以剩的功课就交互咱每一个家庭，好无？咱会当带咱的亲人，带咱厝内底的囡仔，咱有机会，若是听了今仔日讲道了，你会当重新对第1节开始，佮读到49节，带咱的囡仔佮一摆听这个故事。所以咱今仔日早起，咱要佮一摆来对大卫甲歌利亚这个故事，咱要做伙来学习。毋知影咱阁会记哩，几礼拜进前牧师讲到一个圣经节咧记载讲，一阵以色列人要甲撒母耳讨一个啥物？互我一个王，其他拢免讲。是以色列人撒母耳讲，爱互阮一个王，因为这个王会当安怎？会当带因来征战，会当带因征战。所以选到上尾啊，以色列头一个王叫做啥物名？头一个王叫做扫罗。啊，扫罗踮伫圣经甲咱讲，伊嘛生了比别人较大长，那亲像关其他的人一粒头，所以伊嘛选一个看起来足勇壮的勇士，嘛算讲是一个巨人，所以因照着扫罗王来带领因做伙征战，确实因得到侪胜利，但是这一摆无共款哦，因为因拄着啥物？因拄着另外一个巨人，以色列的巨人扫罗拄着另外一个更较大长的巨人，叫啥物名？恁拢知啊？非利士人这个巨人叫做歌利亚。这个歌利亚生了更较悬，所以当歌利亚徛出来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全部拢害啊！咱有麻烦啊！咱过来要安怎？所以歌利亚逐工踮伫以色列的头前，踮伫遐咧骂讲：啊，恁遮的人拢无啥物效啊！恁出来，恁好胆出来，甲我来拍！恁若是会当赢我，啊，阮就全部拢互恁啊！啊，所以伊逐工对早暗一直伫遐咧骂，一直伫遐咧骂。啊，所有以色列人即马拢安怎？逐个人拢惊着，逐个人拢混乱，连续40天的时间，歌利亚逐工拢出来。啊，逐工拢出来，逐个人只要听到迄个声音，啊，无看到歌利亚，人就开始惊。所以我讲算笑讲，因嘛染疫啊，因染啥物疫？歌利亚疫，歌利亚病，因得着歌利亚病，只要听到歌利亚的声，啊，准备开始，系啊，咱拍袂赢啊，咱拍袂赢。所以真特别的是，
以色列因用5万一个巨人，因5万一个勇壮的人带因来征战，但是看到对方忽然间走一个比因搁较大壮的，大家人拢开始惊，因得到歌利亚的病。踮伫这个故事中间一开始，对以色列人因安怎看拢拍袂赢，所以因掠歌利亚做中心。掠这个足大的对敌，成做因的中心了后，因就开始一直咧想：阮无够野的气力，阮无外在的条件，阮拍袂赢。因的故事开始进入惊吓甲混乱。但是以色列的故事敢真正拢安尼写吗？咱若是有熟悉，咱就会发现，以色列的故事从来毋是掠人做中心。以色列的故事从来都毋是掠气力，毋是掠迄个外在的条件做中心。以色列的故事是掠上帝做中心，因为上帝正做故事的中心。所有的人知影讲阮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有人通倚靠；阮拄着挑战的时阵，阮知上帝确实要带阮行搭落去。这是以色列的故事。但是现在因拄着歌利亚的时阵，因就感觉，系啊，阮拍袂赢，阮无法度继续行落去啊！阮期待一个王要带阮征战，但是阮的王无法度赢过这个对敌，因得到歌利亚病，因踮伫这一切的故事中间，因开始袂记哩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因安怎读故事的？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是上帝咧引带因，拢是上帝正做因的帮衬。现在因的故事干那啥物？拄着这个歌利亚，阮害啊，阮拍袂赢。共款的状况，敢会是嘛是咱的故事吗？现在咱也拄着一个真大的对敌，敢毋是？现在咱拄着一个真大的对敌，但是这个对敌到底是啥物？咱讲这个对敌是病毒，是病毒看起来是一个外在的对敌，也因为病毒。咱改变了咱的生活，咱逐个人拢咧忍耐，咱拢咧忍耐，咱也咧听候，咱咧听候啥物？一天一天咧算，敢会当隔离的时间经过？咱一天一天嘛咧算，敢会当迄个疫苗注射的比率较提悬一个？咱听候一日一日，咱拢咧听候讲敢会当咱赶紧赢过这个对敌？赢过这个对敌了后，咱会当阁转来到伫原本的生活。看起来病毒是对敌，但是咱也恐惊咱掠什么做中心？病毒正做咱的对敌了后，咱也掠惊吓甲混乱，正做咱这个故事的中心。因为惊吓甲混乱正做这个故事的中心，逐个人拢开始感觉咱心内底拢有一个看袂到的巨人。这个巨人是啥物？这个巨人是咱足惊，咱敢会破病；足惊，咱敢会失去性命。所以咱的判断力、咱的理性全部受到惊吓所影响。咱无法度阁看到讲阁来要安怎行？咱敢若烦恼一件事，后一个敢会是我无？后一个敢会是我得着病无？后一个敢会是我若是注迄个疫苗，我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生什么代志无？我开始受到这项事来影响，互咱的故事无法度调向上帝。咱的故事敢若看现在我要安怎办？现在我的性命要无去啊！咱敢有感觉？咱甲以色列人嘛差不多。咱甲以色列人嘛差不多。咱伫这个故事中间所看到的，只不过是我拍袂赢。我要输啊！后一个敢会是我要失去活命无？前几工若是咱有注意咱教会的圣经学堂，我有讲一个故事，我有讲一个我前几工接到一通卫显室内顶的故事，迄大概就是一个长辈，一个可能有失智的年长者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伊足惊，伊也一直咧思念伊的亲人。所以伊开始咧敲电话，想要找伊的亲人，但是伊敲唔到电话啊！伊敲唔到电话了后咧，我就甲伊讲，我接起来，我甲伊讲，歹势，你敲唔到电话，但是当伊
接到这个讯息了后，伊已经甲我的电话号码转成做伊亲人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伊就一直找无，对规暗一直拢咧敲这个电话，规暗一直咧找，一直咧找，受到惊吓所影响，受到孤单所影响，伊也一直咧敲找，我的亲人到底伫倒落？当我开始咧讲即项故事，互大家听的时阵，大家人嘛开始，互我有足侪解决的方法。大家人会建议讲，无说你会当带伊祈祷无？无说你就带伊祈祷嘛，也是你会当来报警察知，请警察斗3工，会看会当将伊的迄个位置，甲伊的号码全部拢找出来无？足侪无共款的建议入来，但是我嘛一直咧想这个事。是啊，现在解决一个是一个，但是佫有其他的到底要安怎？尤其当一直接到这个电话的时阵，人的心嘛乱啊！我接到电话，我嘛足乱的，我嘛足混乱。到底现在是要安怎？咱来想看觅，如果我头拄仔所讲的疫情是一个故事，未显示来电嘛是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咱掠啥物最重心？伫疫情的下面，咱掠惊吓做咱的重心；伫这个未显示来电的故事中间，咱掠着急，正做咱的重心。若是这个故事佫继续行落去咧，如果整个的故事咧讲的，敢若是惊吓的故事，还是整个的故事咧讲的是敢若着急的故事，咱感觉这个故事到上尾会安怎？这个故事到上尾可能是混乱的。这个故事都无亲像咱拢期待一个啥物款的故事。咱拢自细汉开始，咱的囡仔都期待一个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结局，敢毋是？咱都袂惊一个看起来是幸福、看起来是美满的结局。若是受到惊吓的影响，受到着急的影响，咱的故事就开始走入去一个足大的混乱。咱找无家己的角色。咱嘛找无咱的想象，咱也袂记哩。咱一切故事上界重要的人是啥物人？整个的故事中间写故事的人，永远是上帝啊！所以好佳在，以色列这个故事还袂结束。以色列这个故事因掠歌利亚做中心，得到歌利亚病的这个故事还袂结束。有一个人走出来啊！有一个人是一个囡仔，是一个囡仔原本无在场，伊是一个囡仔，伊是一个过洋的囡仔。因为伊的兄哥拢伫以色列的阵营内面，所以伊的老爸甲这个囡仔讲：你摕物件去互恁的兄哥，看觅因到底好无？好这个囡仔，这个细汉囡仔是咧过洋的细汉囡仔来到伫这个故事的现场，听到对面。有一个巨人伫遐一直咧喊话，一直咧骂，伊就感觉足奇怪啊！伊就感觉足奇怪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听到迄个声音，佮看整个以色列的军队，全部以色列军人拢遐尿尿喘，毋知阮过来要安怎？忽然间，这个囡仔讲一句话，改变整个的气氛。这个囡仔讲啥物？迄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因既然敢藐视因我上帝的军队啊！迄个人竟然敢藐视因我上帝的军队，我来去甲伊拍。即句话一出来，边仔的人愈来愈惊，边仔的人愈来愈惊啥物？莫讲耍笑啊！对面迄个人生了遐尼大张，你才不过是一个遮尼细汉的囡仔，你敢有可能拍伊啊？你莫黑白讲话，莫黑白讲话，尤其伊的兄哥。伊个兄哥特别佫甲伊讲：你黑白来，你哪会当踮伫遮诶？伫整个以色列人拢得到歌利亚病诶时阵，检测这个囡仔是唯一无破病。这个囡仔无破病，而且这个囡仔带有啥物款诶想象力？这个囡仔带有真实诶想象力，因为伊知上帝才是这个故事诶中心嘛。上帝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。无论安怎，现在有一个人讲伊要去拍，安尼边仔的人就甲伊带来到伫扫罗的面前。扫罗坐伫遐，看到这个囡仔，安怎看都无感觉讲这个敢真正会使。
但是伊竟然讲伊要去拍，扫罗只好勉强甲伊讲好啊，你去啦，上帝会甲你同在。注意哦，扫罗踮伫遮讲上帝甲你同在，但是伊的行动是啥物？扫罗喙内底讲上帝甲你同在，但是伊的行动是伊受到现实所影响。伊讲无你甲我的战甲拢穿落啊，你甲我的战甲穿的安尼看起来较安全，安尼才会当安尼看起来较有法度甲人拍。扫罗受到共款，因为高利亚病院啊受到现实所影响，所以伊感觉这个囡仔应该爱穿战甲，所以伊甲家己的战甲穿去囡仔的身上。但是各位记无？我一开始讲啥物？扫罗身材安怎？扫罗的身材比别人阁悬一粒头。这个现在这个人，这个大笔只不过是一个囡仔尔，所以即马是囡仔穿大人的战甲，全部拢穿落啊！过来要安怎行路？毋知影安怎行路，拄着困难的时，才会受到现实、受到惊吓、受到混乱所控制的人，一直想要将家己的想象去限制一个看会到上帝的囡仔。所以这个囡仔，这个细汉的囡仔，穿遐尼大的战甲，伊完全无法度行。伊甲扫罗讲我穿这我真正无法度行啦。我不爱穿啊，所以甲一切的捆绑拢脱去了后，伊带伫家己的乖仔，安静踮伫山坑，也是若是有读中文，伊踮伫安静的溪水边咧经石头，伊踮伫溪水边咧经5粒光骨的石卵，放伫伊的落地仔内面，然后带着伊的武器，就是迄个投石的弓。都准备要去相战啊！伊带着伊上原本的身份是啥物？一个各样的人。伊带着伊上原本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各样的人去甲歌利亚相拍。这个各样的人，伊这个身份代表啥物意思？伊的身份代表上帝是各样的。以色列是伊的羊啊，这个各样的徛出来了后，咧宣告整个以色列拢属伫上帝，整个以色列属伫这个音乐的上帝。人所看到外在的巨人，外在看起来偌尔臃肿，踮伫音乐上帝的面前，只不过啥物拢毋是啊。好，这个囡仔。徛出来啊！歌利亚当然看袂起头前这个囡仔，但是伊永远袂想到的是，这个囡仔就是全以色列，敢若这一个无受到歌利亚病所影响的人。因开始准备要拍，你会当想看觅？即马开始要拍的时阵，以色列的军营内面拢啥物画面？伊的兄哥拢甲目睭。就摇摇带，一直甲目睭拢捂起来，毋敢看，因为逐个人拢感觉过来一定是可能大笔会互伊杀死，所以逐个人拢毋敢看。结果无想到讲，这个战争偌久，才一时仔就结束啊。当大笔提出伊的武器，将伊的石头弹出去了后，就拍伫歌利亚的头，然后歌利亚就拍败啊，以色列赢。以色列得到胜利啊，也就是讲，因我的上帝赢。踮伫上帝的面前，歌利亚不过是咱讲的纸老虎。踮伫上帝的面前，歌利亚不过生了偌大张，不过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啊！上帝才是故事的中心，以色列人。对大笔的行动，搁一摆恢复因对上帝的想象，搁重新敲碎这个故事，要搁安怎搁继续行落去啊！最近这段时间，我捌听一个囡仔安尼讲，这个囡仔讲我感觉吼，疫情拖愈久愈好啊，逐个人听伊安尼讲，阮逐个人拢
拢惊着无你大概咧讲啥？伊就讲因为上课足忝的考试足忝的逐工压力拢足大的，都安尼拢免上课，逐工秘伫厝内底，敢毋是拢足好的？当然伊安尼讲吼，家长也是边仔的大人拢开始甲伊骂，你拢毋知影遮尔济人破病，你拢毋知影遮尔济人死去无？结果即个囡仔佫继续安尼讲，伊讲死去有啥物无好诶？我嘛毋知影到底我活咧有啥物款的意义啊？伫即个看起来应喙应字的过程中间，毋知影你看到啥物？伊讲一项真重要的事哦。伊讲一项最重要的，到底人活咧是要敲找啥物款的意义？到底人踮伫即个疫情中间，咱学习啥物？咱是敢若期待伊赶紧过，转去原本的生活，但是拢完全无管原本的生活。到底是正确还是无正确？原本咱所咧追求的，到底有啥物路用无？第二个部分是，咱现在拄着即个疫情，到底对人的性命，敢会当过一摆帮咱好好去想，我要安怎活的？我活的是要安怎写家己的故事？要安怎写家己甲上帝的故事？无咱就会像即个囡仔共款。伊敢若一直感受着考试足忝的，上课足忝的，我嘛毋知影我活咧到底为虾米，所以疫情拖愈久愈好安尼拢袂要紧啦。咱伤济时间，咱掠准咱所拥有的拢理所当然，所以咱袂记哩好好去想，如果疫情是一个上帝所写的故事，咱踮伫即个故事内面，咱学习虾米？踮伫即个故事内面，咱怎样搁写上帝甲咱新的故事呢？每一个事件拢咧帮助咱一直咧面对的是咱心内底的巨人。咱拢受到这些物件所影响，所以我会讲，迄通看起来未显示内底的故事是邀请咱共同去守护身躯边软弱的人。毋是该若解决迄件代志，是咱每一个人爱学习伫疫情的中间，咱好好去固守身躯边软弱的人。咱踮伫咱的亲人中间，也是咱踮伫熟悉的人中间，嘛会分享讲，嘛会听到分享，踮伫国外的亲人可能有得染疫。我嘛听到一个分享讲，当因踮伫国外。确诊了后，伊甲伊的朋友讲的时阵，结果伊所得到的反应是，从此以后，迄个朋友完全无想要甲伊阁有任何的接触，连迄个面册顶面拢甲伊删好友。侪人嘛咧骂讲，你为虾米会破病？咱会发现，咱受到足侪物件所控制，破病毋是人会当控制。咱伫即个混乱甲即个惊吓的中间，咱袂记哩。咱真正爱写的故事是啥物？咱爱写的故事是愿意彼此去帮衬，愿意彼此去做伙来扶持，互咱起造一个更较好的所在，起造一个大家人会当勇壮做伙来拍倒头前的巨人，敢毋是？咱嘛会阁看到无共款的故事，即几工嘛有一个疫情，伊唤起大家做伙来捐重要医疗的器材，互病院。这嘛，互咱搁一摆来反省。若是咱伫即个时刻，咱听到一个会当期待咱会当帮衬的声音，咱会伫倒落，咱会采取啥物款的行动嘛？今仔日咱读大卫拍倒哥利亚的故事，咱搁一摆咧学习，踮伫你。踮伫我，咱人生的故事是掠上帝最中心。咱咧敲找到底咱每一个人的性命要怎样活出真实的意义？伫迄个充满混乱、伫迄个充满惊吓的时阵，毋通袂记哩安静大笔踮伫溪水边，安静伫遐咧经迄几粒石头。伊一直咧听候，也咧敲找上帝的带领，然后当伊徛出去的时阵，伊就是一个伊原本的身份，伊是各样的人，将伊家己上原本的家己带到伫重要的战场面前，
然后完全倚靠上帝要成做伊的帮站，因我上帝会带咱赢过头前的对敌。伫即场战争中间，故事可能才写一半，总是毋知你敢有相信？因我上帝确实要引带你，嘛引带我，咱要做伙赢过眼前的对敌，咱要做伙写属于上帝的故事，毋是写惊吓的故事，毋是写混乱的故事，是写凯旋的故事，是写胜利的故事。咱要做伙来看一首诗。世界是力量的对决，是财目的对决，是资讯的对决。人夹伫中啊，咱掠准讲咱是一个旁观者，但是实际上咱已经进入这个舞台啊。掠巨人正做中心，咱受到高利亚病所带来的惊吓所左右。咱也受到所罗病，所罗得到啥物病？现实，伊所带来现实凌驾，夹伫两边的阵营中间，咱失去理智，也失去想象力，失去讲故事的能力。掠惊吓甲混乱做中心，咱互病毒所带来的威胁捆绑，咱互立场所带来的资讯来混淆，咱互观念所带来的框架限制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找无家己的位置、家己的角色、家己的新的剧本。掠上帝做中心，一个平凡人的出现，单纯搁直接的行动，点破眼盲心盲的现实，戳破纸老虎般的巨人，嘛唤醒已经困去也失去想象的心灵。因听做中心，一个疼惜别人、愿意为着别人付出的心，鼓励每一个已经非常疲惫不堪的前线的战士，安慰每一个流离失所的灵魂。凝聚每一个信心，每一个愿望，每一份疼，互咱永远怀抱新的想象，继续写打败巨人的新故事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永远写甲上帝同行的新的故事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